为了友爱街原本的警察宿舍，为了应用热门的高级观光区，当地连一台机车车位拢排找困难，所以市府将288平方公尺宿舍拆除，规划成机车立体停车场。透过数字摄影，将这一当来兴建的过程做全记录。为了见证完工启用的即刻。27号上午，市长吴美婷伫这议员陪同，共同骑电动机车将立体停车场来宣传，欢迎民众好康到小报多多利用。请看面对媒体的正中间。好，友爱机车停车场赞不赞？赞。市长赞不赞？赞。这个是在蛋黄区中的蛋黄区，在府城区的蛋黄区，其实机车位是很珍贵的，尤其骑机车来台南玩的人非常多，那想到来这边走走逛逛的时候，那机车的停车问题，正好来这个机车停车场可以迎刃而解。我相信，停车费基本上不会很贵，那个提供安全舒适的地方，来让好朋友来停车。所以呢，这个总共花了1400万，那总共花了2100万了。那总共有103席的机车停车位，那可以为周边的商家或是观光客或者是市民朋友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停车空间，也欢迎大家一起利用。而且这个地方我想因为机车停车位一位难求，因此呢，我相信一定会很抢手。所以呢，我欢迎大家一起来。如果有这个需求，来友爱路机车停车场。高雄局长表示，该机车停车场总共103席的价位，比较汽车都要有车牌分辨电子费系统，冇提供共享机车。了解设立电池交换站，同时伫厝尾顶设立太阳能板，环保个加好。面对台南出现这第一座公有机车立体停车场，议员有肯定冇建言。要在市区有一个合法然后又好停车的一个空间是非常重要哈，所以我们也是乐观其成哈。但是我们刚才骑上来的时候，其实那个坡度蛮陡的哈，然后其实车道也蛮窄的哈，所以也是我想交通局也是要加强提醒大家哈，未来可能在进出会车的时候，其实也是要多加的小心哈。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始哈，因为其实在台南这个立体的机车停车场其实还是很少见哈，那也希望是一个开始。那刚好是在市中心也相信一定可以带来很多民众或是游客更方便的这个停车空间。高雄局表示，停车场启用以后，一直到2礼拜年假拢是免费试停，预计3月1号正式营运。而收费标准则是每1摆20块，过暝则是另外计算。另外，为了照顾周边的里民，有月缴400块优惠。台南新闻，阮子何乔邦采访报道。